預備1、2、3 ，Hello， 1、2、3 ，Hello， 我哋係怪聲中 B B 啊，我係你啊，張你我係咩啊？加斯卡，有冇搞錯啊？你嘥我時間啊！係唔好意思啊，其實咧呢一首大飲茶咧係一首廣告歌嚟嘅，亦都係我哋第一次嘗試一首好慢好慢慘情嘅情歌。係啦，咁有好多人都話係咪酒樓嘅廣告歌啊？咁我都不約而同話係啊，咁樣啦。一家幾口坐低放一日假，慳返下親戚都有幾百，出世至今亦未曾碰面，執起手機喂老友記，很想見你，幫手睇下隔離邊個未嚟邊個未嚟啊！